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首先我們先看一看這個經濟學家他拋出一個觀點說中國房地產不會重演日本，更像美國、歐洲國家的市場出清過程，是比較快速的價格下跌。就是房剛的觀點認為我們的房地產走勢不會學日本的，更接近歐美。接近歐美什麼呢？就是我們是一個快速的價格下跌，市場出清過程也比較快。這是他的一個觀點。我們看一看這個是8月12號這個房剛他在2026年博鳌全體大會上做出了判斷，也就是我們房地產出清觸底比日本都要快，這一點更像歐美。房剛說我們這次波動有政府因素，有政策因素，但基本是市場經濟因素。正因為是比較市場化的一次調整，所以出清的相對比較快。這個房剛判斷，他說我們的波動過程不會像日本那樣用了20年才從下跌走到真正的探底，而是會像美國、歐洲國家市場出清過程5、6年、6、7年的時間。是比較快速的價格下跌。當然了，房剛也指出他說現在還處在沒有出清完的狀態，觸底是觸底了，但不一定會回升。他說但是觸底之後價格回歸，基本的問題出清，市場就可以逐步恢復，但價格不一定再恢復到過去的水平，因為那時候有泡沫，現在泡沫已經擠掉了，價格可能就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上實現均衡，這就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邏輯。房剛說他說房子是最大的消費品，關於消費低迷、儲蓄率高，房剛認為這是發展階段中的正常現象。他說我們過去一直是努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各種產業，對需求的認知不足，這也不是中國特殊的問題，發達國家早年都是這樣過來的，一開始都是因為窮，物資匱乏短缺，因此拼命要生產，提高生產率。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這點，正在努力擴大需求，政府在採取各種措施。15.5規劃建議裡面甚至有一句話，市場是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企業家也是消費群體，新一代的企業家、科技精英們開始重視消費了，其中房子是最大的消費品，住好房子是值得的，而不是老想着能賣多少錢。也就是房子只有居住的功能你別老想着你買了之後什麼時候賣它，然後就賺1倍的錢，賺2倍的錢，這個你不要老這麼想他說這是一個轉折，也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邏輯的開始，在房地產企業的銷售上也能體現出來。這2年表現最好的就是大城市的豪宅。然後這個房剛就說了他說關於中國為什麼不會像日本那樣長期低迷，他說我們和日本有什麼不同呢？房剛他說了這麼幾個觀點。他說首先日本市場出清比較慢，價格下滑的速度拖了20年，其他國家6、7年就到底了。第二個日本經濟結構已經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新的動力比較少，特別是城市化。他說城市化這個因素對房地產非常重要，日本那時候城市化基本已經完成了，城市化長期發展动力不足，我們現在城市化還只有64%，發達國家都是70、80%，所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用好城市化的因素還可以取得持續增長。第三是新產業的問題，但是日本缺乏新的技術和新的產業支撐經濟的新的增長，就是新舊動能轉換唄，對吧？日本它轉換不了，它沒有新動能。1990年泡沫破裂，房地產和股市大跌之後不僅但是沒有多少新的技術和產業，原來具有競爭力的一些產業又被美國逼得轉移到了國外。他說比如當時日本最有競爭力的半導體芯片產業被逼着轉移到了美國、韓國、中國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把它掏空了。他說我們現在的優勢在於新興產業正在蓬勃發展，例如 AI、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我們已經真正換了賽道。日本但是可沒有賽道可換，
這是很不一樣的。而我們現在啊，經濟增長是比較低，但是啊，畢竟有新的增長點，有新的產業、新的技術正在成长。這是剛啊，他对我們的樓市一個判斷，就是我們的樓市啊，像歐美，他言下之意就是我們現在跌了5年了，是吧？2021年嘛開始嘛，那也就差不多了，快到底了。但是到底不一定馬上就回升。我總感覺啊，反正我以前有個觀點，就是當經濟學家拿我們跟歐美、跟日本比的時候，他總是會丟三落四的，其實不夠全面，是吧？要比就很全面的比一比，要麼就別比，对吧？一共是8个要素，你就比6个，還有2個你不說，那2個是最關鍵的，不敢說，那你比是有啥意思啊？比有什麼用呢？是吧？這種比法實際上就是刻舟求劍了啊！這反而你看的比得很認真啊，一條一條的，對吧？去對比，實際上那最關鍵的2條你把它藏到哪兒去了，或者不敢說，那比它有什麼用呢？對吧？那關鍵的2條或者3條是啥，我也不敢說啊，大家自己想去吧。我就樊綱說的這3點啊，我也來談談我的看法。他說，首先啊，日本市場出清比較慢，價格下滑的速度拖了20年，其他國家6、7年就到底了。那這個是事後總結，是吧？我們現在正在下跌之中，你說到底還沒到底呢？或者說啊，日本你說是跌了20年，那日本跌到第5年的時候，那時候經濟學家專家是怎麼看的？是認為日本已經到底了，還是沒到底？是吧？去研究研究啊。當時主流經濟學家或者專家是不是認為也到底了啊，不會再跌了？然後列出1、2、3、4、5、6、7、8個理由，對不對？但是那8個理由能擋得住它還跌10幾年嗎？你擋不住啊，對吧？這個不都是事後總結的嗎？你事後一看，哦，它跌了20年，哎，美國、歐洲跌了5年，美國、歐洲為什麼跌5年呢？只跌5年，是不是？為什麼呢？然後我們就走的就是歐美的路，就走的最好的那條路唄，對吧？最輕就是那個影響最小的那條路。他第2個觀點說的就更那個了，他說日本經濟結構啊，它這個泡沫形成的時候，它是一個發達經濟體，新的動能少，然後它的城市化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哎，我們的城市化只有65%不到，跟歐美還差10個點，大概這樣的。歐美大概70%、80%嘛，差10個點。其實這個我們也要提個問題，是吧？就是這個城市化，我也不否認啊。那像鶴崗這些地方，它算城市嗎？這地方城市化它有意義嗎？那大量的房子賣不掉的，房子8000一套、2萬一套，它還有城市化的問題嗎？那我們現在如果你說城市化，你還不如說結構化，是吧？就有的地方它城市化還不夠，但是相對於寶雞、鶴崗這地方，它城市化已經過了。為什麼就過了？那房子空着沒人去啊，那不就是城市化已經過了嗎？過頭了。你相對於上海，是吧？或者是杭州、深圳這地方，城市化還有空間，你還可以繼續攤大餅。你其他地方的中西部地區的吧，這個3線城市，你比如說我就以安慶為例吧，你這玩意你在這你再蓋房子，你再城市化，誰還來呢？還有人嗎？它是本來對吧，人口就在流出，然後你大量的房子是賣不掉的，還怎麼城市化？城市化第一個配套的不是農民啊，進城的人有沒有錢買房子，第一個解決的是他們有沒有工作，就是他們進城有沒有工作。你哪怕給他找個3000一個月的工作，有沒有？對吧？如果沒有，你老說城市化，什麼意思呢？對吧？那不就變成那個三農專家天天說的是吧？資本啊，就忽悠、引誘，或者是逼迫農民進城，哎，真成了那樣，對不對？你不給人解決工作啊，你沒有工作機會，你把人搞到城裡去幹啥？這個城市化一定是你城裡面大量的工作機會，對吧？城裡面農村的年輕人他就進城了，進城在那上班，哎，賺到錢了。賺到錢的工作一穩定的吧，他就有買房需求，這沒毛病啊。這個是個自然的城市化過程，這是我個人觀點啊。那這種城市化它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那我有錢了，我買房，對吧？我工作穩定了，我在城裡面買房，這城市化嘛？那我可能就不回農村了，農村的人就越來越少，是吧？農村就沒了，這是過。但是問題是你現在城裡面沒有工作啊。相反，城裡有大量的房子等着農民去接盤，但是又沒有工作，你說他進城幹啥呢？那你除非用行政手段，是吧？強行的規劃，哎，把這個地方全部拆掉，把你們都搞到一個小鎮上去，
你必須在那買房，或者在那儿給你整房子，你就在那儿待着。这種城镇化啊，这种城市化，那肯定有好多弊病，对不对？你的成本呢？你有那么多錢嗎？然後他說日本啊，日本當時啊泡沫破裂的時候，它沒有新產業，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日本沒有新產業，那日本那時候的電視機，對吧？汽車業，這個音響，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那個錄音機是吧 ？DVD 那都不都是日本的嗎？專家啊，他說我們現在 AI、新能源、生物科技這一塊，他說的都是好的是吧？問題是這些行業到底對我們廣大的牛馬有什麼幫助，對吧？提高收入了還是提高就業了？他也不說，對吧？他就討論我們的時候說的都是最光鮮那一塊，遙遙領先那一塊。哎，說到日本就是日本最差的那一塊。你這麼一比，那個就田忌賽馬呀，這不就叫田忌賽馬嗎？這麼比有什麼意義呢？對吧？他看不到我們現在有問題，我們现在問題是什麼？對吧？第一個是房子是過剩，人口在大面積的，是吧？斷崖式下跌。今年馬上啊，9月份新入學的小學生據說又少了多少啊？這個數據又出來了，也挺嚇人的。人口在下滑，對吧？這個是不爭的事實。然後房子也是過剩，对吧？你隨便你身邊的那些城市，除了一線城市啊，一線城市好一點，剩下的城市你身邊啊，2線、3線、4線城市大量的空房子、鬼樓，有的房子成片的沒什麼人。還有的很多房子是吧，蓋了一半，然後在那開始磨洋工，他沒錢蓋了，開始，但是他動，塔吊還在動，對吧？都是這種現狀，過剩呢。然後大量的人他沒有就業，對吧？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壓力越來越大。現在很難找一個說穩定，不要說30年啊，你就穩定10年的工作你是找不到。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你說你的房子它怎麼能穩得住呢？然後現在我們是不是年輕人？他的觀念是不是越來越跟以前不一樣了？哎，在20年前啊，我們那個時候，那買套房子那是執念，那必須得買套房子。沒有房子你怎麼安家呀？沒有房子你怎麼能算這個城市的人呢？所以那個時候是一個執念的啊，那必須得買房。但是現在你看啊，現在我沒有房子我也可以，我反正租房不也一樣嗎？對不對？我只要在那活得下去，我就這樣的人。觀念已經變了啊，那個時候結婚的必須買房，現在呢？現在年輕人說他本身就不想結婚，對吧？那結婚他也不買房，你說你跑到縣城買套房結婚也對吧？也住不了2次啊，住不了幾天，然後出去打工，你買那房有什麼用呢？買那貶值啊！所以說這個人的觀念啊已經發生變化，這個消費觀念一旦發生變化，你很難扭轉，對吧？大家一旦形成了這個統一的一種預期，你就是天天去刺激去做工作，對吧？沒有用。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就是什麼呢？剛才總體上是供大於求，然後這個剛需房啊，就是年輕人失業的又多，本來就購買力就有限了，那很多買了房的人呢，他的房子又斷供，然後又變成什麼？變成法拍房，變成什麼？那開發商省的房子变成頂賬房，這些房子啊，無論是法拍房還是那個抵債的房、頂賬的房。公抵房這些房子啊，那都是砸盤利器，因為無論這個房子到誰手上，說必須，因為他要變現，他要拿錢去解決他的債務問題，是吧？這房子是頂到他這兒來的，但他必須得把它賣掉，變成錢。那他要這些房子流向市場，对吧？跟二手房一起，你要變現，那你只能降價，對不对？那他一降價，对二手房市场那就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打擊，往下墜。所以說這個房價還有下降的空間呢，還早着呢，對不對？這大量的人房子現在大家還是二手房還是個惜售狀態，就是降價還不那麼痛快。為什麼呢？因為大家就是叫任性嘛，大家扛嘛。如果啊政府它不救市，那麼這個或許像剛才說的一樣，5、6年就到底了。但是我們現在每年出台救市政策都是幾百條啊，全國各地是吧？各種救市，你看看北京、上海。就今年小阳春他還要救一下，正因為政府不停的在救市，延緩了這個過程，對吧？我覺得啊，如果你要不管它，真的是5、6年它就到底了，硬着陸，对吧？臉朝下。現在是慢慢的往下降，緩降，正因為它是緩降，所以它早着呢，对不對？
你怎么能說現在就到底了呢？你出了這麼多政策，對吧？咱們一直說你出政策，實際上就把雷往後延，把雷往後延，那不代表它不爆啊，還早着呢，對不對？所以說我覺得啊，不要說5、6年就見底了，這還早着，底在哪兒不知道，對吧？如果說底的時候啊，你先看看你打算把這房賣給誰？你要是賣給新貴，那你這個房子賣給新貴的啊，它早就底早就企穩反彈了，是吧？豪宅嘛，就賣給新貴的，那房子早就在漲了，沒有底的事啊。你應該問這房子頂在哪兒，它會漲到哪兒，是吧？你賣給這些牛馬韭菜的這些人房子，這些房子你要問底在哪兒，你應該看一看他的收入什麼時候能穩住，對吧？這些人收入什麼時候能穩住？這些人什麼時候他工作能穩住？哎，對吧？你的目標用戶啊，他下個月收入怎麼樣？他這10年有沒有工作？如果大量就是你的目標用戶，他這是未来10年工作是穩定的，收入穩定的，那房子也會穩定，那他就會買了。但現在顯然是吧，達不到啊，達不到，你扯這有什麼用呢？你老說底，对吧？老就底說底，然後說哎呀，時間到了啊，跌了5年了，那邊說幅度到了啊，跌了40%了，就到了底了，這些都是叫刻舟求劍吶，對吧？你至少你要看看你這房子你想賣給誰，這樣的人在哪？這樣的人現在過得怎麼樣？這樣人他兜裡有沒有錢？未來能不能賺到錢，對吧？有沒有一份工作？而現在你看啊，這個外企諾基亞全部搬走了，微軟裁一半，是吧？外企都在加速流出，崗位越來越少，各個互聯網大廠都在優化。你在這個時候老說房價見底，怎麼見底啊？所以說這些專家扯着嗓子喊見底，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對吧？他總不能說啊，房價還沒有到底啊，沒到底呢，專家下次就不讓你說話了，不讓他說話，他參加不了論壇，參加不了論壇，那就沒有費用，對不對？那胡錫進老師還琢磨着參加論壇，給個3瓜2棗的呢。那專家一旦沒有了出場費，那他光拿退休金，日子也不好過啊，對吧？你看那個經濟學家任澤平老師，還有其他的經濟學家，人家都是通過帶貨賣房子賺錢，是吧？所以說經濟學家也是下有下路，別有別道。各有各的賺錢方式，他一旦說這個房價沒見底，然後給他發個口罩，那他完了，對吧？只能靠退休金了，也能理解啊。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判断吧。這個香港的這叫新的啊，中原地產啊創始人，他說內地啊有需要全面停止賣地。這哥們兒挺狠的，就乾脆把地全部不讓賣了，不讓賣就是停止供應嘛，停止供應。对吧？那這樣的話，慢慢把房子出清，去庫存，不要賣地了，不准賣了。他說啊，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根本問題是過度開發，導致新建出來的樓宇遠超社會實際需要，造成大量樓宇空置，社會資源沒法得到恰當的利用。在市場資金充裕，還有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的時候啊，矛盾會被掩蓋。只要物業的交換價值依然看俏，投資者是不會理會物業實用價值能否得到充分發揮的。不過，一旦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開始減少以後啊，如3條紅線出現以後，樓宇的交換價值就會沒法維持，原先投入的資金就想撤退，他們互相踩踏，樓市就變得一蹶不振。發展商的投資、銀行的貸款，以致小投資人的投入都被困死。社會進入通縮，經濟步入衰退，是吧？面對這種情況啊，最實際的做法是暫停新的開發，閒置的樓宇被消化後啊，市場就會逐步復甦。開發商見新盤有銷路後啊，自然又會萌生開發的興趣。他這說的啊，似乎是有道理，但實際上不是啊。實際上什麼意思呢？就是第一個，我們很多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已經是大幅度下滑了，現在只有以前的零頭了。我記得以前賣地收入好像是1年10萬億，大概是吧，8萬億，对，我記得不太清楚啊。現在1年就2萬億，是吧？就是大幅萎縮。這賣地啊，這第一個，賣地本來就少了。第二個，你試用期的意思，把賣地几個水龍頭給它關上，就不賣了，這怎麼可能呢？對吧？首先一個，你不要看現在還有賣地收入。各個地方賣地收入但是不一樣的啊，你比如說3、4線城市，它很多賣地收入它是刷單，對吧？它是這個地方國企或者是城投拿地往那抵押給銀行，
因為政府實在是沒錢呢，他要發工資啊，是吧？所以这地他必須得賣出去，賣給誰了？賣給國企，國企也不開發，這是第一個啊，所以這賣地是有一塊是這個的刷單的。第二個呢，賣地有的地方城牆那個地純粹是剛才房剛說的啊，那個地開發是專門賣給新貴的，那就必須要做成豪宅，对吧？那樓面價的8萬或者10萬一平米，等你開發好之後，那房子就賣20萬一平米。那個不是我們現有市場上這個房子，那個是給新貴的，那個你看又得賣，要不然新貴他有錢他沒地方買啊，你普通人的房子他不買呀，滿足不了他，這叫結構性，是不是？你把這個房子這個地你也不賣，那你這就太極端了，对不對？這種地還得賣啊！實際上這種地各個地方都有啊，那哪個地方都有核心區啊，是不是？核心區開發那房子總有錢人他是願意買啊，所以還是對吧？還得滿足他們需求。你不能說這個想法太簡單了，你不能說把地啊直接整個的結紮不賣了，不再開發新盤了，現在就這麼多房子你再賣，那問題是你現在開這房子，人家有錢人他看不上，沒錢人他嫌它貴，怎麼辦？所以這個施永青的觀點啊，他這個觀點比較極端，就是不賣地了，不再蓋新房子，把這舊房子，把這開發商手上房子先賣掉，就是通過調節供應量啊，達到供需平衡，達到供不应求，這樣的房價就穩住了。想法是好的啊，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因為他還沒考慮人口在縮減，人口還在外流，整個的对吧，人在減少，這大盤子你得看。我們再看啊，這個恆大雖然啊落幕，對吧？現在正在清盤，許老板也進去蹬縫紉機了。但是啊，買了恆大樓盤的人，他們現在怎麼樣呢？我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啊，這個作者說他就買了恆大爛尾樓。他說買了恆大爛尾樓的我們，2020年8月20號，對於我們來說啊，是一個終於等到結果宣判的日子。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單位，反正就是許老板吧，啊，判處無期徒刑。還有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違法所得繼續追繳，不足部分責令退賠。作者說判了，終於判了，但我們的損失卻沒有回來。2019年春天，為了爸媽以後老了能更方便就醫，想說在縣城買一套小房子給他們住，一來搬離那個年久失修的農村土房，方便二老在城裡養老；二來以後逢年過節，我們回家也有一個落腳之處。因有個同學在恆大融資部工作，可以拿到內部價，於是在我們當地縣城簽下一套小三居，那是我們人生中最大的一筆支出。首付還動用了父母這幾年辛苦攢下來的積蓄，剩下的部分貸款啊，貸了10年的房貸，合同上寫着2021年年底精裝交房。我們從那一刻起啊，滿心期待着交房以後美好的日子，期待着父母在城裡更好的生活。2019年啊，買的是恆大的內部房，你說吧，賴誰呢？然而變化是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的，從網上傳來了恆大要暴雷的消息，於是我們一有回去就會繞過現場，看看工期進行到哪裡了，有沒有新變化。先是工地上的人越來越少，後來塔吊徹底不動了。一般這個塔吊不動了，就是那個項目就停了啊。業主群裡開始有人發照片，裸露的鋼筋，沒封頂的樓體，長滿雜草的工地。那時我們心裡還是依然相信，這麼大的房企應該不會說倒就倒吧，依舊相信國家政府不會坐視不管，至少這麼大的地產資金都是從銀行放款蓋的。但是那還是對吧？看咱節目看的太少了，或者他不看，对吧？不屑一看。然而越來越多的恆大工期停滯消息在網上瘋傳，我們才意識到我們花了2代人積蓄買的房子可能要變爛尾樓了。比爛尾樓更慘的是月供不能停，每月一沒往卡裡打錢，銀行就電話催來了。出事之後，業主們並沒有坐以待斃，我們建了一個業主群，成立了業主委員會，推選代表，收集資料，眾籌資金，一次次自費去省裡，甚至還跑去了北京找相關部門反映情況。有人請假去跑手續，有人自費打印資料，有人負責整理幾百戶業主的信息。等待的過程漫長而煎熬。今天啊，聽說項目要復工了，
群裡一片歡呼。過幾天又聽說資金沒有到位，工地還是沒有動靜，大家又陷入沉默，失望和希望反覆交替，比純粹的絕望更磨人。2020年底，恒大集团債務危機全面爆發，隨後保交樓成為政策關鍵詞，各地推行一樓一策，通過紓困資金、項目接盤、破產重整等方式推進問題樓盤處置。好在我們那個小區也滑入了政府保交樓項目中，在2023年迎來了復工。那天業主群裡有人發了工地重新開工的視頻，很多人在群裡發了哭的表情。最終不幸中的萬幸，小區在23年底以毛坯房形式完成了交付。他買的是精裝修啊，最後交付是毛坯，那也就对吧？你不能再要求更多了，要什麼自行車呢？房子給你交了，对不对？買了恒大爛尾樓的我們，是一個龐大的受害底層百姓群体。有人已經等到了交房，拿到了钥匙，哪怕是精裝变毛坯，好歹還有地方住。可是有人還在等，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有人在漫長的等待中經歷了離婚、生病、親人離世，房子成了心中一道不敢碰的傷疤。我們所求的不多，不是賠償，不是道歉，只是一套本該屬於我們的房子，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一個孩子可以長大的地方，一個老人可以安心養老的地方。房子不是鋼筋水泥，它是一個家的載體，是普通人對安穩生活最朴素的期盼。一個龐大的房地產體系為何可以說爆就爆？資金全鏈路的風險管控、項目評估、企業賬務以及募資監管，我不知道整個體系中哪個環節失控了，只是希望大家付出的心血都能等到屬於你的那盏燈火通明。這房子就是交付了，又能怎麼樣呢？自己要再花錢裝修啊，賣是很難賣得出去的，是吧？如果是炒房的，那就慘了，砸手人了。如果是自己住还好的话，那就咬牙装修住进去。最後我们再看一篇文章啊，这個又是一個向往農村被騙的或者就是上當的。他說花10萬翻修老家房子養老，回村住了4個多月，我還是搬回了城。又是一個覺得農村好的就回去住4個月就受不了了。作者說，去年我幹了一件大事，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了，3間正房貼了瓷磚，換了鋁合金門窗，院裡鋪了水泥地，花了10來萬。親戚朋友都誇我，說我有眼光，農村空氣好，水好，菜自己種，比城裡擠巴巴的樓房舒服多了。你這都是沒有去過農村的人想象的覺得農村就是好，你看比城裡給你好多了，這種好那種好他說我心裡十分得意，跟經常往來的幾個老夥計約好，等我全部收拾妥當，就請他們來鄉裡吃土雞喝酒。他說4個多月前我收拾東西搬去了老家。動身那天，閨女在廚房裡忙來忙去，一會兒往包裡塞2盒降壓藥，一會兒又裝幾袋餅乾和蛋糕。我對她說藥帶上就行，其他的不用帶。他說我怕你半夜餓了沒吃的。我說村裡店子，村裡的商店像大把賣的。他嘴上應着，轉頭又悄悄塞了一包口罩進去。我心裡清楚，他放心不下我，只是那時候我一心向往鄉下的日子，一點聽不進去勸一句勸都聽不進去，就這意思剛回去第1個月，日子確實舒服。一大早被院裡的雞叫醒，推開大門，涼絲絲的空氣帶着露水的味道撲面而來。每天我都會搬張桌子擺在院子裡，泡上一壺熱茶，曬着晨起的太陽，做到9點多。那感覺在城裡花錢都能買到。可我怎麼也沒想到，我最向往的養老生活會在回村後的第2個月開始有了一絲動搖。你看就堅持了1個月就不行了。所以說這個新鮮勁兒一過扛不住了。那天剛好是中秋節，閨女頭天晚上給我打電話，說第2天回鄉裡看我，結果我等到中午還沒見到人影。我打過去一問堵車，說鄉下的路窄，岔路多，走錯了路，折騰到下午2點多才到家。到家後吃了碗蛋炒飯，歇了沒1個鐘頭，就說要走了，怕天黑
路啊不好開。閨女臨走的時候啊，在門口站了一下，看了看院牆，張了張嘴，什麼也沒說，轉身就走了。我看着車屁股拐進小道看不見後啊，心裡頭忽然空落落的。徹底讓我清醒的是在回村的第4個月，我半夜感冒發燒那一回。那天夜裡我燒到39度，渾身發冷，家裡連個溫度計都沒有。我摸黑給本家侄子打電話，你老家還是有人的，對不對？不是沒人啊，本家侄子還在。你看我們那農村啊，你说本家侄子都不在，对吧？那村裡就幾個老頭，你打電話都沒地方打。說打了好幾遍他才接，含含糊糊的說啊，叔，這麼晚啥事啊？我明天還得起早幹活呢。我說啊，我發燒難受，想去醫院。他頓了一下說啊，叔，要不你讓我嬸子先給你刮刮痧緩解一下。我聽了沒再說什麼，掛了電話，給閨女打了過去。閨女一聽就急了，說馬上就過來。這哥們確實啊，你就這種狀態就不適合在農村待着。農村像這種事都自己忍，对不对？你还想着去醫院，你先忍到天亮再說啊。確實啊，你看他侄子就是態度嘛，農村就是這樣啊，你這半夜的不舒服，你得忍啊，克制啊。好，他閨女啊，馬上從城裡面開過來，最快也就1個多鐘頭。那1個多鐘頭啊，我就縮在被窩裡，手機啊緊緊攥在手裡，眼睛時不時看着窗外，腦子裡也忍不住胡思亂想。這要是心梗腦梗，人早就沒了。你說這哥們也挺矯情的啊，太脆弱了。就這個還去農村，你說這簡直是啊，開玩笑嘛。當晚閨女就把我接到城裡輸液，我反反复复燒了3天，燒才退下來。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裡頭想了很多事。農村養老最怕的就是生病，半夜出點什麼事，連個幫忙的人一時半會都找不到。他說除了生病啊，除了看病，在村裡住有些事情啊跟想象的也不一樣。馬上發現不好了啊。我在菜園裡撒了一小包小白菜種子，沒想到啊，長出來是稀拉拉的，好不容易出了幾顆，沒2天就讓蟲子啃光了。後來鄰居大娘給了我一把韭菜根讓我栽，我栽下去澆了半個月的水，長得還不如人家地裡的草旺。也就是種地不是想象那麼簡單啊，種地也是個技術活啊。還有待人處事、串門這些事，跟城裡完全不一樣。在城裡你不串門，沒人會管你；在村裡你長期不串門，人家覺得你架子大。在城裡待久了，瞧不起人，說主動去串門吧，人家白天基本上都在忙農活，晚上2個在家，也是一邊摘菜餵雞，一邊跟你搭2句話，很難踏踏實實坐下來聊天。並不是鄉親不熱情，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活兒要忙，沒工夫陪着你喝茶聊天。最讓我心裡難受的是一個下雨天，那天我坐在門口看雨，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我看了2個多鐘頭，天快黑的時候我才反應過來，我今天一整天沒跟任何人說過一句話。天黑之後，我把電視機打開，音量調得很大，屏幕上演的什麼內容我一點都看不進去，只想空蕩蕩的屋子裡面能有一點人聲啊，這個才是真的啊。很多農村的老頭老太太，他每天就坐在門口，就聽外面的動靜，因為沒人跟他說話，就張望着大路上有沒有車過來，一過來他一定要目送啊，仔細的觀察，那是對吧？為數不多那一天從他眼前過的能動的活物人啊，見不到人了。那天晚上我算了筆賬，翻修房子花出去的錢，回來之後生了幾回病，閨女來回跑了多少趟，都在心裡默默算了一遍。算完我就知道這地方我待不住了。第二天一早，我給閨女打電話，說我想回去。閨女在那頭瞪了一下，說行，我下午請假來接你。她沒有說一句，我早就跟你說別去，也沒怪我瞎折騰，只說了一個行字。走的那天啊，我把院門鎖了，鑰匙放在包裡。鄰居看見了問我幹啥去啊？我說回城裡住幾天。他又追問了一句，那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說說不準，到時候再看吧。其實我心裡知道，這院子我大概不會再回來常住了。短短4個多月，10萬塊錢我買了個明白。回到城裡頭天晚上，閨女給我做了4個菜，老伴兒給我盛了碗湯，一碗湯喝完，
我心裡才算踏實了。後來啊，那幾個老伙計問我農村生活怎麼樣，我說確實很好，空氣好，水好，安安靜靜，適合短期小住幾天放鬆心情。要是長期定居養老，我不會再選擇。強行把自己生活的根兒拔起來，搬到鄉下很難適應。不是農村不好，是我的根早就不在那兒了。實際上很多人不理解啊，城裡面的人啊，我可以告訴你，你要去農村，你是去消費的，千萬不要以為在農村便宜。你要抱着消費的心態去農村，你才能在那过得好，对吧？什麼都拿錢，对吧？你比如胡锡进老師，他到農村，他花100萬蓋個大別墅，是吧？然後前面搞3亩地菜園，然後人家自己不種啊，他請了農村的那些老大媽，对不对？一天一個小時才8塊嘛。你要長期雇傭啊，很便宜的，長期雇傭啊，1個月800就夠了，就天天他沒事就去你們家收拾，給他1000塊，是不是？那非常高興啊！你固定的啊，1個月給1000，那對他來說那簡直是個好工作啊。好的，他請3個人4個人，天天把他家打理種菜，对吧？晚上他有，对吧？他有长工啊，晚上头疼腦熱的，那長工開着車把他送到醫院去，這叫消費，對吧？這是享受當一個莊園主，對吧？農產主的生活，這是消費。你這，對吧？是兜裡沒什麼錢的，然後跑農村裡想在那圖便宜，是吧？消費低，完了在那兒，那能行嗎？實際上你要綜合最低成本啊，在城裡面實際上是便宜的啊，到一個小城市啊是最便宜的。你不要以為農村便宜，農村實際上其實不便宜啊。但是呢，你說我降低我的生活標準啊，什麼衛生狀況什麼亂七八糟我都不管，那可以稍微便宜點。實際上你要只要在乎一點這個生活水準的啊，比如說我餓了就得有吃的，你就在縣城啊，最次是鎮上。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